测试一，测试。来测试一，来测试一。
喂，你听听看这个有没有？你现在听这个有没有？有。好，再稍微大一点点。喂，哎，喂，有没有？好，OK，有没有？好，可以，这样声音比较好。喂，你把它放到最大 ，OK，放到最大，我们再拉回来。喂，好，喂，OK，好。上个礼拜就用的，所以 OK。喂，好啊，你可以。上礼拜用的吗？所以是上礼拜使用哦，有啦，有一些声音啊，有 OK 好。喂，呜呼呼。测试123，1。
兄弟平安。天气吼变化真大，请咱大家爱保重。哦，天气等下烧，等下冷哦。即礼拜今仔日开始改成会变较寒吼，啊，咱家己爱较注意身体哦吼。伫礼拜在先，咱先来祈祷。至圣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怜悯，互阮会当透过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阮，互阮会当来认捌你，真侪你的儿女。阮今仔日嘛有迄个福气，三甲组织做伙来礼拜敬拜你。无论伫倒呢，要来到教会的，也是伫厝的，透过直播来敬拜你的人，主你拢是阮祝福，求你的圣神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带阮行伫你所欢喜的路。阮将今仔日礼拜恭敬交托，阮安尼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主里平安。咱即摆开始来脱离咱的诗歌，咱先来看670首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。咱请思琴为头到尾帮咱弹一解。进前有唱过吼，所以咱可以直接为第一集来唱。好，来，请来第一集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我在我，跟随我来保护所在，不弃我，谁想为了那尊我，我愿舍那些不足，点你让人照顾。第二集，主所让我会最高，起赛因，主上帝求你把赞光，天不灵，地不有你在那里心，心里心，前路心不平，求你让好，来，请等一下吼，咱头仔伫副歌遐有一个字就是有限，有限，大家即个所在有较有问题吼。咱第二集搁来唱一解好无？来，请坐。来第二集。第三集。咱即首拖连到遮来，咱即摆看咱的乐圣诗吼，604首。心内善者有大福气。咱请思琴帮咱弹一解，即首对大家来讲是
全新的献诗吼，这首词甲曲是老新村牧师写的，曲是骆维明老师写的，这两个都姓骆，但是这两个无亲家关系，因为老新村的囝是骆维道，就是咱做有名的那个教会圣乐院骆维道。来，咱先看老新村伊是一个奉献的原住民的传教士的牧者，伊写那个伊的贡献是基督教的圣诗编译的工课较济吼，伊上济是编辑迄个阿比祖的献诗，总共有172首阿比祖的献诗。所以老新村牧师伊对原住民的福音甲圣乐的方面这个贡献，所以伊得到长老教会一致的赞赏吼。伫迄个台湾神学院吼，在100周年的时候呢，有特别为骆新村牧师颁发一个名誉博士的名誉这样子。伊骆牧师在1984年过世。来，咱先来看这首吼，咱先来。歌词咱甲念一解，好无？来，咱是读第1节。心内散下又大福气，有份天国尊贵。忧伤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予伊安慰。来，第2节。温柔的人有大福气，因要亲手土地，也学克服上帝旨意，把照福气做。来，第3节。后怜悯人福气满满，上帝予伊怜悯，心肝真福气极大，通见上帝怜悯。第4节，肃静后边有大福气，这是我主所讲，因为真多上帝囝儿，家族应定定定。第6节，为主缘故，受人瑞美，无聊。被爱有热，欢喜快乐，美受到位，随地报酬加大。咱头仔第6节有读一句吼，瑞美，瑞美为主缘故受人瑞美，有热被爱有热，这几个字较歹读吼。来，咱来试看觅，来，咱先6节，行试看觅有一个拢唱吼。第1节来请。心内散下有大福气，有天国尊贵，忧伤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予伊安慰。来第2节。你有发现这个歌词吼是那个老新村牧师是根据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3节到第2节去登山宝训的。如果大家现在很熟悉的是骆牧师根据这个圣经经文来写这个歌词。来，咱来第5节第6节再来一个第5节来请。为主万国是。
第六站为主爱我心甘美美，不留你爱我，我一块落进心头的，所以不想变我。好，来，咱诗歌团练到这，咱请准备先来礼拜。万国啊，恁着学老耶和华；万百姓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。恁着学老耶和华。这是咱做伙来用圣诗，圣诗第504首，圣诗第504首，心内散车有大福气。心内散车有大福气，有份天国尊贵。忧伤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甲因安慰。圣诗第504首，请起立用全首。心内散车有大福气，有份天国尊贵。有伤的人有大福气，上帝甲因安慰。温柔的人有大福气，因要承受土地。仰望靠无上帝旨意，把祝福去做做，老灵明人福气满满，上帝甲因怜悯，心肝清气福气极大，通见上帝的面，小情和平有大福气。这是
所讲，因为这真上帝惊你，甲主因两天堂，为主因高受人落灭，无了别开无乱，欢喜快乐领受到尾，所得无受极大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读《使徒圣经》，《使徒圣经》第9部第7页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。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这是咱做伙来启用。启用文17篇，启用文17篇，也就是诗篇65篇，在信息的后壁。上帝啊，人着伫锡安称赞你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做压毒我。你所竞选，互因亲近你，住伫你店院即款人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上帝的河水满满，你灌溉田园，修平土地。你赐予农作物大长，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。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。草埔用羊群做衫穿，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8首，圣诗第38首，俄罗全能的主上帝。俄罗全能的主上帝。做法的大君王，伊做你的大溃力拯救，你着俄罗尊重。听见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，甲我同心欢喜称赞。圣诗第38首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所行无的事，照伊命令伊着想事，着落出互你工作兴旺个保护你，伊的慈爱甲怜悯阮当常常看顾你，定心来想，主若做你的朋友，全能的手会扶助你。我着亲来学落天父，学落伊大管理，世间情人拢着做声，学落伫伊面前，因公安的求主因公大显现，永远学落伊的恩典。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伫过去一个礼拜的保守，互阮伫每一个所在拢有你的同在，互阮心中充满平安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即马乌克兰甲俄罗斯伫战争，侪侪个人失去性命，活伫惊吓当中。求主嘛，赐下平安的灵，互阮不管伫任何的所在，拢会当相信主你甲阮同在。求主来掌权，来带领。主啊，求你看顾身体有病痛的会友，互因身躯得到医治，心中得到平安，也互无私忠直有教业的气力甲智慧，为主来做工。互阮活出基督徒的款式，用性命来影响性命，为主来做工。也求主看顾疫情的发展，虽然即马经历逐渐渐地减少，互阮会当继续提醒家己，做好个人的防疫，赐智慧伫政府官员的身上，互因知影安怎面对种种的关卡甲困难，会当为人民来设想、来安排。主啊，即时阮要安静家己的心，放下一切的烦恼，单单来亲近你，透过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教示。阮将一切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看顾带领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看圣经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1节。申命记26章第1节到11节，在圣经旧约的部分216页。申命记26章第1节，你已经到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做业的地，心接来徛起伊。
就着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想述你的地，将所收逐项起头式的土产摕淡薄下伫坑里，去耶和华你上帝所要敬安置伊的名的所在，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，甲伊讲：我今仔日对耶和华你的上帝讲明，我已经到耶和华对咱的列祖咒诅，想述咱的地。祭司就对你的手指迄坑内，下伫耶和华你上帝的坛前。你着伫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讲：我的祖是一个伫要死的阿兰人，落去埃及架骹伫遐，人也少少，伫遐诚做一个大国强，人也国济。埃及人歹款待阮，苦楚阮，用苦工教阮做。对迄粒，阮哀求耶和华，阮列祖的上帝。耶和华听阮的声，看见阮的苦楚，阮的着磨，阮的压迫。耶和华就用大权能的手，甲伸手的手骨，甲大通镜的书，甲新约奇书，带阮出埃及，搁带阮到即所在，用即个地赏赐阮，就是流奶甲蜜的地。第10节，看啊，即个地起头式的，耶和华啊，你所赏赐我的，我胆已经大来。后来你着将伊下伫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，伫耶和华你上帝的面前敬拜伊。你甲利未人，以及恁中间的出外人，着因为耶和华你上帝所赏赐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的福分来欢喜。圣经读到遮，献诗圣歌要献的诗是车肯。
讲道，科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养成习惯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父上帝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。天气咧变化中间，你保守看顾阮，互阮伫每一日，阮会当甲你做伙，因为你甲阮同在。愿主你即时的话语临到阮每一位兄弟身躯顶，互阮听了，诚做阮生命的快乐甲帮助。愿信心亲自引带阮进入到你的话语中间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每一天有啥物款的代志是你一定爱做的无？有啥物款的代志是你每一天一定爱做的？也是你捌听人甲你讲，啊，你即个习惯无好啦，你爱改一个啦。咱每一天，还是讲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拢有一寡是要照着你家己的迄个节奏，也是你的方式去做的工作。咱想一下，有即款的习惯伫你的身躯顶无？我咧想，咱的形成一寡习惯，迄毋是一天两天就产生的。有可能伫某一个时间点，伫迄个时刻，你开始做即项代志，一天一天咧做，也是讲有一种信念，互你会当坚持落去，久长了后，就成做你的习惯。所以今仔日咱看家己一下，咱检视家己一下，你有啥物款的习惯呢？伫你的工作中，伫你的生活中。伫你所坚持的内面，也是咱讲，咱伫教会内面，伫你的信仰的思想的内面，你有一寡啥物款的动作，成做你的习惯呢？今仔日咱所读一段经文，其实爱看搁较早前，是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约束，伊甲伊订约了后，对约瑟。做埃及的宰相了后，咱看到伫出埃及记真正前，约瑟因全家包括伊的老爸雅各，拢搬到埃及来徛起。经过400几年了后，以色列百姓生养真多，伫外族的统治下面，因受到埃及人的欺压。受到因的剥削，直到因挡袂牢啊，就往上帝哀求。上帝呼召摩西、亚伦，可以当带以色列百姓脱离迄个苦境的中间。所以，伫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，因生活伫埃及即个地区真久的时间。我想，因伫迄个400多年的即个过程中间，受到当地的宗教文化影响，因无的确会当真清楚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虽然因有限制，总是因无法度将即个限制真正的意义会当明白。这可能就是因受到这异族文化的影响，所以致教因有限制的动作。却无法度明白上帝主权甲权能伫咧。所以今仔日咱所读即段经文，摩西搁一解，要互以色列百姓真正去了解限制意义，以及所定落来遮所有条例，要互因会当遵守。遮个条例是摩西徛伫西奈山顶，领受着上帝诫命。煞接伊将伊所听到这一切，上帝所颁布的遮个律例、法条，一项一项真真实传达予以色列的领袖甲百姓来遵守。所以当出埃及记这第一代，咱讲的第一代，因煞伫旷野中间，掠上帝受气。互上帝受气，上帝就无好要互因进入到所应允的迄个老冷甲密的所在。
伊袂当入去，所以就伫旷野内面生活了40年，领受诫命了后，我咧想，即个诫命伫旷野即段期间，因的后一代，就照着上帝命令咧生活，时间一代一代咧过去。咱看到伊的后一代渐渐大汉，当初出埃及的即代的人渐渐凋零。咱会当看到伫今仔即段经文中间的埃及人，因是伫旷野内面咧生活，因毋捌经历过迄个伫埃及受人欺负的新的一代。伫即个时刻，40年的旷野伊要结束啊！上帝带因搁一届行往埃及地，对旷野行到迦南地，因的生活的形态就爱一个转变。过去是行停，敢若咧过一个无固定生活的一个形态。进入到迦南地，伊要转变成做一个徛起伫迄个所在。毋那是饲牛、饲羊尔，搁爱开始建造经济的一个生活。对一个上帝供应因玛纳的即个生活形态，转做因爱将遮个精神顾好以外，搁爱种田。伫即款的情形中间，甲因过去的生活完全无共款。所以上帝爱摩西，搁一届将伊的诫命重新互新的一代以色列人知影，互以色列百姓会当知影讲，因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状况。当以色列百姓徛伫即个新的土地进前，上帝爱因特别知影，因要面对的是甚物，因爱遵行的是甚物。所以，搁一届咧重新咧讲限制规定的时，特别伫限制土地所出产的遮个农作物即项代志，伫即项代志中间，摩西搁一届说明限制条例甲意义伫咧。因为伫将来，当以色列人徛伫上帝所赏赐的土地，而且伫遐徛起。因要照因所本着遮个土地的大势，将遮个农作物的种子压落去，伫遐开始真辛苦咧照顾，伫遐咧除草，上尾要得到收成的时阵，就是无论是果树所结的果子，也是遐个菜苋，也是遐个无花果等等的。拢必须要将大省所收到遮个农产品收集起来，放伫篮底，带到上帝所敬的即个敬拜的所在，而且透过特班的遮个祭司，将遮个收成献伫祭坛顶，而且因爱有一个心态是，我毋是为着献祭尔，献祭是要为着感谢上帝。因为因已经进入到上帝所应允互祖先的土地，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，毋那是安尼，因搁要去回顾上帝伊捌做过遮一切的事，伫即个祭坛的顶面讲出来，是咧感谢上帝过去带领。各位兄弟，咱敢有即个时刻吗？也是讲？你会记得你来到上帝面前的迄个时刻吗？咱每一个人，当咱讲咱相信耶稣，咱相信上帝，咱咧跟对伊的时阵，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可能有一个迄个经验，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。迄个时刻是甚物时刻呢？有人讲，可能是受洗时。有可能是咧你经历一个真重大抉择的即个时刻，也是伫你人生真伫即个山谷下面的时，也是你伫迄个真悬的所在的时刻。
有可能是你咧回顾你生命一过去的经历，也是伫你安静灵修的时刻。嘛有人讲，有可能是我咧参加一个营会、一个退休会、一个特会的时阵，我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不论咱是伫什么的状况、情景下面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我要想要，互咱家己，咱每一个人去思想，迄个时刻你还会记得袂？你还会记得你来到上帝面前迄个时刻袂？那呢？你伫上帝面前的时，你咧想什么？你伫上帝面前的时，你咧想什么？我咧回想，我家己是什么时阵才真正来到上帝面前？当我咧回想的过程中间，我想对我互上帝带到神学院，经过信仰的建造了后，伫迄个神学院迄段期间，我认为啦吼，我家己认为，我定定来到上帝面前。伫迄段时间，我嘛认为我家己真专心咧敬拜上帝，真努力咧读圣经。做神学生爱去教会实习，伫实习的时阵，我真拍拼，尽力去做任何教会牧师中职所交办的一切事。伫迄个时期，我嘛认为我家己祈祷，我真专注吼。我祈祷时，我拢真专注咧祈祷，因为我认为我家己已经愿意将我奉献给上帝来做主的工。所以迄阵我有一个想法是，若咧我所祈祷的，我所要做、所求的，上帝拢来应允我。一天过一天，这就真做我的习惯，变做我咧甲上帝要求。一直到去到美国的时，伫迄个段时间，我互上帝大大调整。这个调整是对信仰方面重新互上帝建立。会当讲伫迄个过程中间，规个互上帝破碎，然后重新佫起起来。这个中间，互上帝破碎的有我的骄傲、自大，将我家己掠做是我的即个家己自以为意的部分，拢互上帝刷开。将我认为是我做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爱听我祈祷的即个观念拍破去。即个过程付上真大的代价。确实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嘛，互我经历到，我徛伫上帝面前，我家己应当有的即个心态是啥物？因为迄阵拄到美国时，然后拄着困境，伫迄个时阵，我搁掠家己做上主要。因为一方面，我爱对外口的环境、教会服侍，我爱来努力来学习，努力来适应。另外一方面，我搁爱对我的牧师娘，我爱对牧师娘、对囡仔，爱互因有一个安定的感觉。互阮全家袂因为去到国外受到委屈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我一直咧靠我家己想办法要来生存落来。虽然迄阵有侪天灾出现来帮助阮，伫逐方面帮助阮来适应，帮助阮伫遐的生活。不过我是感觉真孤单，伫遐真无助。今仔日回想起来，因为我袂记得去倚靠上帝啊，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有一天，我察觉到，我应该爱转来到上帝面前。对迄天开始，我学习用搁较侪时间伫上帝面前，甲过去共款，依然咧敬拜，依然咧读经，依然咧祈祷。不过，这中间无共款的是，我无搁用家己所想的
去要求上帝来成就。直到现在，我每天我家己咧灵修的时，我拢安静来听上帝的声。伫每一件爱做决定的代志的顶面，我家己有一寡想法，总是我将这项代志交予上帝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想的比我搁较刁钻，上帝会成就这一切。所以我就伫安静的听候中间，要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回想过去，我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伫过去迄段日子对我的调整、破碎，带领我经历迄个困境，而且互我伫困境的中间，会当看到上帝，会当甲伊面对面，会当甲上帝有一个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态度。为着过去，我献上感谢。摩西，伊咧为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。伫献上祭物的时，犹原要回顾过去上帝作为，所以摩西讲，恁着爱安尼讲。即个讲伫原文的意思就是，毋若讲，我爱会记伫，爱记伫你的心内。内面所讲的是，我的祖先是死过咧流浪的即个阿兰人，我的祖先带全家伙。来到埃及咧徛起的时，拄开始阮人少少，后来人口渐渐加添，成做一个强大的民族。所以埃及人看到阮，因会惊，因就迫害阮去做苦工，欺负阮，互阮做奴隶。伫迄个时期，阮的祖先因就哀叫，上帝求告讲。上帝，你有看到阮的痛苦无？你有看到阮伫即个所在受人迫害无？上帝听因的祈祷，听因所发出哀求的声，所以上帝用伊家己的大权能，救因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伫即个离开的中间，上帝阁行一寡新掠奇事。一连串的事件的发生，互阮知影上帝咧引带阮。上帝带阮来到即个所在，就是即片老冷甲密的一个土地，即个真肥的土地，而且将即个土地赏赐互阮。所以上帝啊，阮即马将阮伫即个土地顶面第一届出产的遮个土产，拢要来献互你。以色列人对互人受欺压的奴隶的生活，互上帝带伫旷野四过游走的生活，一直到即个时期，将要入去到迦南地，徛起伫遐定居，过一个做工做田的即个生活。所以，当以色列人咧安尼讲的时，伫每一个转变内面，拢有上帝亲身的带领。伫早时，因的祖先是为着食物去到埃及，是因为上帝应允要保全以色列百姓，因的雨水会当延续落去。出埃及到旷野，是上帝要实现伊对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允，带因要进入到应允的所在，伫旷野供应因食物。进入迦南地了后，爱以色列百姓得到即个土地，会当享受老冷甲密即个稳定的中间，即个丰盛的稳定。因为安尼，因就爱将第一摆所收成的遮一切土产献予上帝。伫旷野时，因犹原有限制。总是因袂当应了，因为现在，且将大生所出产的，无论是甚物，拢爱先献予上帝。照着安尼来感谢上帝保守甲看顾。上帝保守看顾，互因才有一个丰盛的丰收，
互伊会当有即个稳定伫即个中间。所以当因咧讲的即个过程，讲上帝伫早前安怎带因出以色列，然后因开始敬拜上帝，为着因所修成的一切来做伙欢喜，毋是家己欢喜尔，伊阁邀请遐个利未人，因为利未人因无法度生产，伊是专心咧服侍上帝，以及徛起伫迄片土地顶面的其他的民族，做伙来庆祝上帝的恩典。那呢，咱即个时刻，咱咧想，咱什么时阵，咱什么时，咱会为着什么款的代志来庆祝咧？恁会为什么代志来庆祝咧？生日，也是咱的囡仔考到学校，也是咱伫工作中升官，也是讲咱伫一个团体内面，咱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入伫即咱中间。所以咱每一届咧庆祝聚会时，你会邀请什么款的人呢？咱共一个团体嘛，咱袂去邀请其他的人。也是你有好消息的时阵，你会甲啥人来分享呢？伫台湾，早期还阁是咧建造为主的即个时代，伫真侪所在。伫迄个要修行进前吼，拢真无用，因为要采收遮所有一切农产品，因需要厝边头尾来斗相共，有可能是规个庄头拢做伙。今仔日是恁来阮兜甲我斗相共，明仔载是我去恁兜甲你斗相共。一工遮农产品若拢收了，大家组织做伙。甚至会邀请住伫隔壁遮厝边，大家做伙食饭开讲。主人伫迄个时阵会感谢大家会帮忙，才有法度将田内面遮所有的农作物甲收成起来。这是早时。那现今呢？咱住伫都市内面，咱的生活的方式佫无共款啊。因为咱可能的生活的空间是伫一栋一栋的公寓的内面。也是一个社区的大楼的内面，咱甲厝边中间，敢若有一寡距离伫的。咱可能知影讲啊，伊是咱社区的，啊，伊是甲我住伫同一个地区的，同一栋的。确实，咱无一定知影伊叫什么名。当咱要甲人做伙欢喜的时阵，咱敢会招咱隔壁附近的人，可能拢毋是咱。会邀请遮个人，咱敢会去找因呢？迄有可能是因为因甲咱无关系，因为伫无共款的场合，咱会邀请无共款的人。那咧，即个时刻有一个问题爱想的是，那呢，咱要安怎甲人同齐欢喜咧？咱要为着什么款的代志，咱会当同齐欢喜咧？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是军队耶稣基督的人。伫咱的信仰的生命的内面，咱会面对无共时期的挑战。伫每一届咱生命的转化的过程中间，有可能咱受到当时社会也是环境的影响，咱的焦点就会互遮的环境所吸引去。咱会袂记得上帝捌带咱，不过。爱记得一件代志，上帝早就应允咱进入到伊的土地顶面。咱伫上帝土地顶面，咱经历过经证，咱经历过风吹落雨淋，咱经历过咱的除草，咱会将遮虫赶走，咱经历过咱流汗流目屎的即个过程。在整个的过程，就是你的生命，就是你信仰的立定。这个生命，这个立定，咱每一个人，拢爱甲人来分享。咱来分享上帝所赏赐给咱每一个人身躯顶的这恩典。伫咱的信仰生活顶面，咱有敬拜，咱有灵修，咱有读经，咱有感谢，咱有做。
遮每一项代志，咱每工拢会去做。咱做了，咱就习惯。当你咧遮个习惯的中间，我想有哪安尼尔，你搁爱甲人分享上帝所赏赐互你的恩典。所以，咱会当去想一下，想看觅，你领受过上帝互你的什么款的恩典呢？有人讲，牧师，你甲人分享真困难呢。我毋知要安怎甲人分享呢？我要甲伊分享什么呢？其实，甲人分享，毋是敢若伫遐想尔，是爱去做。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你就会习惯去甲人分享上帝恩典。你会当习惯去甲人分享耶稣基督救赎。你就知影上帝即个过程中间，找派信心咧扶持你。其实这拢无困难，只要你向上帝来求，求什么？求上帝来带你，毋是靠家己。求上帝带你，会当跨出第一步，互你会当有头一届甲人分享。分享毋是要有目的，分享是要将上帝你所领受上帝恩典，互人知。毋是讲我甲你分享了后，你就一定爱来教会，你就一定爱来信耶稣基督，毋是安尼。当你备办好，你向上帝求，恳求上帝带你做头一届的分享了后，第二届、第三届，你就会养成一个习惯，你会不断去分享，你会去诉说你认捌上帝这个美好的经验。各位兄弟，你有什么款？也就你有领受到上帝什么款的恩典吗？甲人去分享，将分享成做一个习惯，互上帝话语、上帝听人、上帝怜悯、上帝恩典，伫咱生活边，互人拢会当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，我很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每一个人，你赏赐阮有无共款的恩典，互阮彼此成做一个肢体，互阮伫这个听的内面，阮互相扶持。总是阮袂因为安尼就满意，因为阮知你互阮的，阮必须要甲人来分享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通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继续甲人分享，分享上帝你伫阮身躯顶，互阮有迄个美好的经验。愿主带阮头前的路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即是咱做伙来用信息，信息第570首，信息第570首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搁做关台保护所在，扶持我。世上危险，若准风雨，慈悲圣手，逐时扶助，踮你视下，安稳照顾，应保护。信息第570首，请起立因全首。主上帝，我坚固石盘，帮助我，搁做关台保护所在，扶持我。世上危险若准风雨，慈悲圣手踏实扶助，踮你视下安稳照顾，因
天互天光清早的时，迎一日，彼时伊也无去风烟，祝愿平安，为伫太平，大声乌落伫主面前，永无停。请坐。请备万心来奉献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内省，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。今仔日的经句第9部的第2页，咱做来读2解。请，就因为耶和华你上帝所想事，你甲你的家眷，一切会好分来欢喜。生命记26章第1节 B。就因为耶和华你上帝所想事，你甲你的家眷，一切会福分来欢喜。生命记26章11节。后周的圣工分担，领唱是苏坤龙长老，司礼是李尔博执事，苏琴是杨如玉姐妹，献诗是少年团体，书献是郭金敦执事跟曹明祥执事。交代是曹明祥执事、谢一宏弟兄、陈天恩弟兄，
因空是曹冰祥执事跟周恒邦弟兄。3月份的执会长是陈定会长老。澳洲的聚会内容，拜2甲拜4的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暂停，因为因要伫3月16号有迄个松富自由松富一日游啦，所以迄天拜2甲拜4迄天无聚会，大家莫搁走来教会啊。拜3查经基督会主礼是科博书，司会是徐家印执事，题目是避班重返生命轨道。经文是诗篇91篇第1节、第2节，甲第9节到16节。礼拜的后礼拜的主日礼拜，主日是黄文瑜神学生，经文题目。圣经甲信息，咱会当家己转去，先来准备甲看。咱宣告周报的第6页，教界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信讲事项表，请各团契到后一季的聚会表。期限是3月13，进前爱交互干事。第2。落实实名制，因为疫情吼，所以请兄弟姊妹平日也是周末来教会时阵，一定爱扫 QR code， 也是爱签名。第3，奖学金的申请，欢迎成绩符合标准的申请。总平均国中是80分以上，高中职甲大专研究所是45分以上。期限是3月17号，成绩单正本。甲申请表爱交互教育组的潘美燕长老，也是行政干事。第4，成人主日学，顶半年要开课啊。老师是全嘉玲老师。每堂课的时间是透早10点40分到12点。因为爱备办一寡资料，所以爱提早去一楼填写报名。第5，儿童主日学的春游的活动，儿童主日学伫3月27号要举行春游，所以要报名会当爱玉老师报名。嘛会看疫情的关系来调整，所以大家爱注意通知。第6，中职会的开会的通知，后主日礼拜就是3月13号，伫中午12点半。要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参与。第7，主日礼拜招待训练要定伫3月20号礼拜了后下晡1点到伫2楼礼拜堂举行招待训练，请招待同工出席参与。邀请兄弟姊妹若是有迄个负担的，嘛会当加入做伙来训练。为着教会集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继续来带祷。即时咱要为着2个家庭，咱来代祷。第一个家庭是曹明祥执事，第2个是彭兆亮执事。曹明祥执事伊要代祷是伊的后生文正的大学的学业会当真顺利，以及有真好的学习。互淑娟明祥的太太，伊甲明祥因两个双方的原本的迄个原生家庭的人。拢会当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。第2个是赵亮赵亮要为着因全家伫信仰顶面会当搁较主会当搁较亲近，而且有智慧、耐心，处理伊甲因囡仔的即个关系第3，为着因全家伫心灵拢会当有一个健康的状态。咱为着即个家庭，咱伫即礼拜中间拢为因祈祷所以周报的内容，恁拢爱记的爱查得去，每工为因祈祷，这是咱当心来为因祈祷。全礼拜上帝伫你面前，阮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的家庭来代祷，我们为着冥想结束伊的家庭来向你恳求，求你看顾伊的后生文正，伫
伫大学的学业会当真顺利，以及伊所学习的对伊将来有真大的帮助。互伊所领受的毋若是知识，犹原有上帝你亲身的祝福伫底。为着淑娟甲敏祥因两家的所有的遮亲人，因的身体的健康，愿主你亲身扶持看顾，嘛保守因每一工每一个时刻的出入，拢有上帝你的同在，甲因同齐行。为着照亮即事，因全家来祈祷。愿主你，互因伫信仰顶面会当甲你有搁较亲近的关系，互因伫每一届甲主亲近的时，上帝你拢亲身对因讲话，互因会当搁较坚固因对你的信靠，嘛互因有智慧甲耐心来处理因亲子中间的关系，互因伫互动的中间显明着上帝你的疼痛伫因的内面，无论因咧所讲的、所做的，拢有上帝你亲身的看顾，互因全家伫心灵每一个方面，拢有一个真健全的身体、健全的心灵、勇健的心理状态，互因会当伫因的生活中牵调着主、跟对着主。阮为着即两个家庭献上我的祈祷、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今仔日到有先来，这是咱要用刷表的信息第394首，因诗刷请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助，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碟到永世大保守，阿门。咱做来唱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